讲到台湾甲别地的旅游起跑计划，4月初伊就要开始实行咯。不过，针对着低风险的一寡国家甲地区，咱台湾依然是无要放零检疫标准。境外生权益小组第2个也召开记者会，希望台湾政府会当甲这寡境外生斗3工，互因方便入境。第一是冗长复杂的签证程序，这是入境难；第二是高额的防疫旅馆费，这是检疫难。然后第三是检疫后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不得进入校园，这是求学难。境外生权益小组2、5开记者会，点出3项境外生在疫情期间接拄到的问题。因希望台湾政府对风险较低的地区放零检疫的标准，亲像澳门就是一个例。解封指数越低越好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，这是3月19号的数据，澳门的解封指数比台湾还要低，澳门的解封指数为0，而台湾的解封指数为0.057。权益小组表示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入境的程序变真复杂，而且检疫隔离时间长，搁真开钱。有侪境外生已经1冬无返去因的国家。希望台湾政府会当斗3工。我看看人数了哈，那我想这个有这样的想法，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行。然后因为确实澳门是非常的相对低风险，它一直都在我们的低风险的里面。也许没关系，我们再研究看看，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给他一点正面的回应。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第2次的记者会表示，会先观察人数，搁再研究看卖。权益小组表示，到3月20为止，澳门已经小连续365天无本土病例。台湾愿意规划逼流，新加坡的旅游起跑计划，所以无放零对澳门的规范，因实在是无法度理解。记者郭碧君、张学水台北报道。